后来继续来看南投水里往车埕的主要道路，最近出现着10外只杨尾仔，伫个大路附近四界所咧食草，佮趴伫个大路中来休困。民众驶车经过，这个杨尾仔无让路，是继续趴咧。民众真无奈，只好挖去塞路。讲这顶杨尾仔是一个民众饲的，而且是一个累犯。去年11月，伊嘛甲杨尾仔放到大路中，危害交通。 民众驶车头前道路出现10几只杨花，杨花趴伫咧路尾，会直接趴伫咧路中。车驶越过杨花，老神在在，有一只看起来个性袂歹，徛起来，驾驶叫是伊要让路，结果无误，伊是伫咧绕枪。大哥借过，大哥。驾驶真无奈叫杨花借过，毋过这顶杨花当作无听，继续趴伫咧大路，和轿车驾驶相对上。 驾驶真无奈，只好家己拄目去换别条路驶。杨仔占大路的地点伫咧南投水里往车埕这条路，这条路车真济，除了当地民众，阁有真济游客会驶车经过。奥多摆、轿车、阁游览车来来去去，杨仔就伫咧大路落落蛇食草花，就真像无人管。羊出现在那个路吼，算很夸张。那个是一个山路，山区大家平常在那边开车的速度都很快，很危险。 这顶杨花影响交通，副驾驶挡袂牢，敲电话报案，警察因赶过去，将这顶杨花赶到边仔的草坡，卖调查附近的住户。事主为叶姓男子，本所将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举发。 警察一号问，总算找到饲杨花产业的主人，依法对伊罚上悬6百。上喊过的是产业的主人，去年11月就无伫咧顾杨花，放互因伫咧大路黑白走，敢若是无伫咧惊处罚，所以这一边警察嘛通报动保单位，会调查伊敢有违法饲动物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